从前将这人托付人爱，天开吧！咱爸爸的聪明，一直系靠俺亲生的儿子。不过廿几年，见了见不干数，也拜天初系为了报仇来嘅。太傅，我问下，俺见青年推你了爽嘞？条家，请你通知太公，非是南方飞鸿的即刻上任，那么南爸爸村里就会搞你了嘞。前初下来嗰个，唔都送到安阳县，看到佢担心骗人啊！嗨，一条，你条石头掠上你嘞！陈太家都冇封闭嘅事情发起叫乱，系你都行到掠一步嘞，绝对总得再问一条。放心，我让冯爸爸处理好些。喂，冯爸爸过来。唔条家，老太公可能冇办法过来。我讲，家老太公真到冇下嘅属性。啊？怎么会发生那个事情啊？唔条家，你好用架啥？哎呀！那真天本见了占去，辛辛苦苦拼下来嘅良田，就会强送养人啊！当然，大家事件过后，老太公丧命太早，凡是老铺路有功嘅事情，只有佢出面就能化解纠纷，也只有老太公能解决此事嘞。因为偏偏也是件发生那个事情啊！亚生，难道讲唔条家，太公就是众位兄弟都客家主管会下。你用不？眼看南巴我村人就会攻到三星警府嘞，500件事态部队去请老太公即刻发兵保卫良田。500他，各县内太公，就以张安太嘅度量，来，你赶紧去苏干飞下。太傅哥，哎呀，你就带啲咧好好休息吧。良田系太家强行标出来嘅，莫个按道理，来去。太傅哥。
且落色球中也一同出品，黑矮一时失态，空言冒犯，梦已见谅。哼，那不是缉拿求情，我应该看在冯爸的面子上，大量勇士出兵。今天你就遵照南爸爸之规吧。向球中天开报仇，而你的暴露出个良体。哼！太傅哥，太傅，你用乜来的？宋白娘冲，用就按好吹球。你是你送唔送马街？在太傅呢？既然太师家都到了，连夜几行军出征三星金府。好。大家信你，记住善用游击，杀了高龙战术，千万唔好中了记住嘅悍将。好。原来三星金府的公主钟阿才按照了南爸爸的聪明表现。南爸爸出你，唔先去攻打记住，反倒做了针对研究，分明系唐他人的命令。红颜相父钟阿才，以兄弟之情相待，双方见面一同对抗，一言不用，永言不语。你相信钟阿才拿下三星金府，镇杀南爸爸出现。好。
你不中阿彩片的，改变战略，就提防佢大开杀戒。告白太傅说到俺送到该送，当然要太傅报数。弄错，为乡亲们报严肃，血色南巴王，血色南巴王。看到牙了嘅血，含拉到黑吧。一天。
东却你那几山川，非遗多变啊！陀螺多年历来不和平，却些跳曲，人民来所苦心。已见南方太却天，莫能安居全是得安眠。一月夜星，山心金虎啊，夜幕婆娑。明情啊！老太公，老大哥，飞合中年，太君阿姊亦为沙天却言之别，以为沙天却言之别。风暴，什么你夜夜出兵平天南爸爸，奉向你计划，俺五眼神听从大量亲生公司，全力相助。也是大家的功劳，大家辛苦打下来的良田，本来按你平阴将天。强风吧，太日不计少年歌，挨我吧，老你派你嘞。我吧，天强风吧，天公太日杀义无人，不为己，所谓忠义，今后挨我吧，一对水难奉飞，无一无悔。大爷也万事不成，万事不成。乃只不过是一介书生，用办做得啦。我爸讲嘅冇错，我也相信天朝人大量太子家啲婆罗珠安吉诺呀，从今以后，人家一人都会指望你嘞。唔条家你呀，太公，太傅国中的剑图遍布全身，其痛苦难耐，你切莫敢用韭菜加下给看起来。大夫，风暴，生点亲点亲，马风吧，迢迢英勇。再见有你。
情，笑因喜呀阿曲，众人山托了记，有望功名前长进，为所不尽。人生天地间，所以夜行行，也算见稀松的途径么？上路过后，你偏偏还会在爱身边，但但愿愿送送得得寄送去送神要无得。用琵琶天生心，只有诺言。用得心一之不移，只有万千。你我高攀春生天，法义同风同创新。同心同德，强强强强。同庆此夜，貔貅已然。王爸，等你准备好噻，马上就要开始喽。一夜天蓝，法义同风。一夜天蓝，法义同风。也是，呀，唔是梦啊！王爸，抢！蓝凤飞一路行来，合农抗义一体，用法义为一家，大家强用强赢。爱才是先破，各方真实并合，胜利蓝凤公司。公台数因太同种种，陆凤爸。天海不远远路头，把一两金一重逢。一台漂亮从太阳，子孙万里命贫穷。你哋都看到诶，希望